大家好，我係阿 Jo，歡迎大家嚟到我嘅頻道。好多人都有聽過呢句說話，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我嘅童年並唔幸福，我曾經經歷過嘅事，家庭嘅紛爭、成長嘅壓力、照顧患病嘅家人，甚至一啲網絡欺凌、離婚同被逼同個仔分開嘅經歷，我唔會喺呢度講太多細節，因為重點唔係回顧傷痛，而係點樣喺傷痛中揾到出路，直到我接觸到被討厭的勇氣。亦係今次想同大家分享嘅書，阿德勒嘅心理學，佢幫我明白過去雖然塑造咗我嘅一部分，但佢唔係我人生嘅鎖鏈，我可以喺當下重新定義自己。呢本書唔單止改變咗我對幸福、自由同人生嘅理解，更係我人生最低谷嘅時候，俾咗我一條重新企返起身嘅路。我會用書中嘅阿德勒心理學理論同埋我嘅經歷，同大家一齊探索點樣喺逆境中揾到光明同力量。希望呢個分享唔單止係知識嘅傳遞，仲希望能成為你同我一齊成長嘅契機。喺講解被討厭的勇氣之前，我想同大家詳細介紹一下阿德勒，因為佢唔單止係呢本書嘅靈魂，更係心理學史上嘅一位巨人。阿德勒同弗洛伊德同榮格並稱為心理學嘅三大巨頭，但佢嘅理論同另外兩位有好大分別。弗洛伊德專注於潛意識同童年創傷嘅因果關係，認為我哋嘅行為係由過去決定。榮格深入研究心靈嘅象徵同集體潛意識，探索人類嘅精神世界。阿德勒則關注人嘅主動性、社會關係同人生目標，強調我哋有能力塑造自己嘅未來。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弗洛伊德同榮格嘅心理學，留言同我講下，有機會我會揾一集分享弗洛伊德同榮格曾經嘅師徒關係，最終形成決裂關係嘅故事。入翻正題先，介紹翻阿德勒對心理學界核心影響同貢獻。阿德勒提出咗自卑情結，認為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會因為某些方面感到自卑，例如外貌、能力或者出身。自卑感本身唔係壞事，反而係人類進步嘅動力，因為我哋會通過追求優越感去克服自卑。呢個追求可以係正向嘅，例如努力學習一門新技能，但如果處理得唔好，就可能變成負面嘅過度競爭或者自暴自棄。阿德勒嘅目的論同弗洛伊德嘅決定論係兩種好唔同嘅心理學觀點。阿德勒相信人生係由未來嘅目標同目的驅動，而唔係被過去嘅創傷完全決定。換句話講，我哋今日嘅行為係因為我哋想成為點樣嘅人，而唔係因為我哋曾經經歷咗啲咩。阿德勒嘅目的論被認為更適合現代正向心理學，強調個人成長同社會貢獻，但有批評話佢忽略咗過去創傷嘅真實影響。弗洛伊德嘅決定論喺精神分析領域深遠，但被指過分強調性本能，忽略咗個人嘅主動性。兩者喺心理治療中各有支持者，例如 CBT 更接近阿德勒，而精神分析就沿用弗洛伊德。阿德勒嘅理論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尤其喺心理治療、教育同人格理論方面。現代嘅認知行為療法 CBT 同阿德勒嘅改變觀點有相似之處，強調通過調整思維來改變行為同情緒。佢嘅社會興趣概念啟發咗人本主義心理學，例如馬斯洛嘅需求層次理論，參考阿德勒心理學裏面關於歸屬感同自我實現嘅部分，同埋係全球嘅總銷售量超過1500萬本，繼聖經之後出版史上第二暢銷書嘅卡內基人性的弱點，亦係參考阿德勒心理學，例如社會興趣同人際連結，顯示佢哋受阿德勒影響。阿德勒嘅教育理念，例如鼓勵學生發展自信同合作能力，至今仍然係好多教育改革嘅基礎。簡單嚟講，阿德勒心理學嘅核心係人生唔係被動接受命運，而係主動創造嘅過程。呢個觀點喺被討厭的勇氣透過哲學家同年輕人嘅對話解釋得深入淺出，強調咗改變嘅可能性同勇氣。啱啱介紹咗阿德勒心理學，大家對阿德勒都了解多咗，咁依家同大家開始講解呢本書。被討厭的勇氣係日本作家岸見一郎同古賀史健嘅作品，採用咗一個哲學家同一個年輕人連續5個晚上嘅對話內容方式，去深入講解阿德勒心理學嘅5個核心概念。呢5夜分別探討咗5個主題，目的係教我哋點樣活得更自由、更幸福。對我嚟講，呢本書唔單止係理論嘅總結，更係一場心靈嘅對話，帶我一步步走出人生嘅迷霧。依家我會逐一講解呢5個概念，加入書中嘅例子、其他人嘅反面同正面故事，同埋我嘅經歷，特別係照顧自閉症小朋友同爹哋關係嘅故事。話你知阿德勒心理學點樣幫我重建人生。第一頁，阿德勒心理學嘅第一個重要觀點係否定心理創傷，意思係人生嘅行為同感受唔係由過去嘅創傷決定，
而係由當下嘅目的驅動。弗洛伊德認為我哋嘅問題源於童年嘅陰影，但阿德勒話重點唔係你經歷咗咩，而係你點樣用呢啲經歷去定義你嘅人生。你今日嘅選擇係基於你想追求咩目標，而唔係被過去綁住。書入面提到一個例子，年輕人有位朋友因為童年唔開心嘅經歷，選擇咗長期匿埋喺屋企，避開外面世界。年青人覺得呢係創傷嘅必然嘅結果，但哲學家就反駁話，匿埋喺屋企唔係因為創傷逼佢咁做，而係佢當下選擇咗安全感同逃避作為目的。如果佢改變目的，例如追求獨立或者成長，佢嘅行為就會隨之而改變。大家聽完可能會問，咁即係點啊？咁我再用邏輯推理分析，俾大家更深了解。年輕人認為朋友匿埋喺屋企係童年唔開心經歷直接後果，佢嘅邏輯係因為童年創傷導致現在嘅行為避世。呢個思路類似弗洛伊德嘅創傷論，即係一個人嘅行為係由過去嘅經歷所決定，個人好似係被動嘅受害者，冇辦法擺脫過去嘅影響。年輕人覺得朋友嘅行為係必然嘅，因為童年嘅傷痛令佢冇其他選擇，只可以得一個選擇，就係逃避呢個世界。而哲學家嘅係代表阿德勒心理學嘅立場，佢反駁咗呢個觀點，指出朋友匿埋喺屋企唔係因為創傷逼到佢咁做，而係佢主動選擇咗安全感同逃避作為佢嘅人生目的。換句話嚟講，佢嘅行為係為咗達到某個目的，例如避免受傷、保持安全，而唔係單純由過去嘅創傷機械式咁驅動。阿德勒嘅目的論係強調，行為係由個人當下嘅目標同意願去決定，而唔係被過去嘅綁住，同經歷過嘅事可以係冇直接關係。朋友選擇避世，係因為佢覺得呢個方式可以保護自己，而唔係因為創傷完全控制咗佢。哲學家進一步指出，如果呢位朋友改變佢嘅人生目的，例如將逃避轉為成長或者獨立，佢嘅行為就會隨之而改變。例如原本目的逃避行為係選擇，最後匿喺屋企；新嘅目的成長行為係一個選擇，最後可能開始走出屋企。面對挑戰，呢個觀點凸顯咗個人嘅主動性同自由意志，意味我哋唔係被過去困住嘅囚犯，而係可以通過改變自己嘅目標嚟改變人生。呢個例子唔單止係講述一個人嘅故事，而係用嚟展示阿德勒心理學嘅核心理念：人生唔係被過去決定，而係由我哋當下嘅選擇同目的驅動。哲學家嘅反駁挑戰咗弗洛伊德式嘅思維，認為過分強調過去嘅創傷會令人覺得自己再冇能力改變，而阿德勒嘅目的論就俾咗一個更積極嘅視角，我哋有能力主動創造自己嘅未來。呢個例子鼓勵我哋唔好將自己視為過去嘅受害者，無形之中飾演咗受害者呢個角色，而係要為自己嘅行為負責，同埋通過調整人生目的嚟改善生活。有一個例子係我認識嘅一個人，佢讀書時候被同學欺凌，長大咗之後變得好怕同人建立關係，佢選擇咗孤立自己，甚至唔肯揾工，成日話我同人相處唔到，係因為我以前被傷得太深。佢將過去嘅創傷當成藉口，目的係保護自己免受傷害，但結果係佢嘅人生停滯不前，連基本嘅生活都維持唔到。我以前同樣覺得自己被童年嘅傷痛綁住，細個要照顧患病嘅家人，家庭嘅紛爭，要被逼同個仔分開，網絡欺凌，媒體嘅放大鏡，甚至一啲人生低谷，例如離婚同照顧自閉症小朋友嘅壓力，令我覺得好似永遠都走唔返出嚟。我一度覺得自己嘅人生被過去定義咗，唔知道點樣向前行。例如我會成日諗返起細個嘅孤獨，或者離婚後嘅自責，覺得自己一無是處。但目的論俾咗我一個新嘅視角，我可以喺當下選擇新嘅目的。我而家嘅目標係為自己同個仔創造一個平靜嘅未來，希望俾個仔知道爹哋係一個點嘅人，唔係沉溺喺自怨自艾或者埋怨過去。呢一個轉變俾我開始專注於具體嘅行動，例如學習點樣同個仔溝通，點樣管理自己嘅情緒，慢慢揾到一啲內在嘅力量。家長要照顧自閉症小朋友心態係好重要，有時候佢哋會喺超市突然大叫，因為佢接受唔到周圍嘅聲音同人多嘅環境。家長要面對自閉症小朋友嘅行為，會覺得好無奈，甚至怪自己係咪我冇教好佢。但目的論幫助改變咗呢個諗法，要問自己，我嘅目的係咩？係要佢即刻停止喊，定係幫佢冷靜落嚟先？嗰刻唔係再急住控制佢嘅行為，而係帶佢去一個安靜嘅角落，細細聲同佢講，我同你一齊，唔使驚，慢慢等到佢平靜翻落嚟。舉個實際嘅例子，假設一個家長因為自己嘅小朋友有自閉症而自責，覺得自己係失敗嘅父母。如果用創傷論嘅角度，佢可能會覺得自己嘅情緒同行為、自責、消沉、
係由小朋友嘅狀況逼出嚟嘅。但如果用阿德勒嘅目的論去出發，佢可以選擇改變目的，例如將自責轉為成長。行動上可能會去學習更多關於自閉症嘅知識，或者參加家長支援小組。個目的轉變咗，行為同心態都會跟住改變。有一晚，我同個仔一齊砌積木，佢突然因為砌唔好而發脾氣，將啲積木掃落地。我會同自己講，我嘅目的唔係要佢即刻變完美，而係同佢一齊成長。於是我同佢一齊執翻啲積木，話我哋一齊試多一次，唔使急。佢最後冷靜咗落嚟，甚至仲笑住同我一齊慢慢砌。阿德勒嘅目的論唔單止係理論，更係一種實踐工具。佢話我哋嘅情緒同行為其實係為咗支持我哋嘅目的。例如一個人經常發脾氣，可能係因為佢嘅目的係保護自己嘅尊嚴或者控制局面。明白呢一點之後，我哋就可以問自己，我而家嘅目的係咩？我可唔可以換一個更健康嘅目的？呢個方法幫我好多。例如有一次個仔情緒爆發，我差啲發火，但停低問自己，我而家係咪只係想證明我嘅權威？最後我選擇咗平靜陪伴嘅目的，結果我同個仔都冷靜咗落嚟。分享多一個例子，有一啲藝人話因為細個父母離婚，佢大個咗之後變得好怕承擔關係上嘅責任，覺得自己一啲壓力都承受唔到。佢成日拒絕喺兩性關係中揾一個定義，甚至同兩性嘅關係都變得混亂，因為佢覺得我嘅人生已經被過去父母離異影響咗，對愛情失去信心。佢將所有問題歸咎於童年嘅創傷、父母離異，選擇咗逃避責任嘅目的，結果困喺一個惡性循環入面，生活越嚟越混亂。講完呢個藝人嘅例子，大家可能會覺得佢因為細個父母離婚，長大後變得好怕承擔關係上嘅責任，甚至連兩性關係都搞亂咗，成日話我嘅人生已經被過去父母離異影響咗。表面上佢好似係童年創傷嘅受害者，所有問題都推俾父母離異。但如果我哋用阿德勒嘅目的論去睇，事情唔係咁簡單。佢而家嘅逃避同混亂，其實唔係單純被過去綁住，而係佢喺當下選擇咗利用逃避責任呢句成為佢嘅目的。佢用過去嘅經歷包裝住自己而家嘅行為，選擇咗成為感情嘅受害者，要被對方或者其他人去體諒，咁就可以唔使為自己嘅人生負責，將所有嘢推俾童年嘅陰影。呢個諗法有啲複雜，甚至有啲黑暗。有時我哋會唔自覺咁用過去嘅傷痛作為一個安全嘅藉口，去避免面對當下嘅挑戰同改變。佢話自己對愛情失去信心，但其實佢係唔願意放低受害者呢個身份，因為呢個身份俾咗佢一個唔使努力又或者方便自己嘅理由。阿德勒嘅理論提醒我哋，無論過去有幾多傷痕，我哋都有能力喺呢一刻選擇新嘅目的。佢可以繼續逃避，但佢亦都可以選擇成長，甚至建立健康嘅關係。呢個轉變唔容易，因為佢要面對嘅唔單止係過去嘅痛，仲有同人相處時嘅自卑同恐懼。但正正係呢啲挑戰帶出咗阿德勒心理學嘅另一個核心，人際關係。佢話過，所有煩惱同成長嘅根源都同我哋同其他人嘅聯繫分唔開。呢個藝人嘅故事某程度上就係一個縮影，佢嘅逃避同混亂背後係同人建立關係時嘅掙扎。呢個就為我哋進入第二頁嘅討論內容，一切煩惱皆源於人際關係。第二頁，阿德勒話，所有煩惱嘅根源都同人際關係有關。自卑感唔係天生嘅，而係喺同其他人比較嘅過程中產生嘅主觀感受。佢認為人類嘅心理健康同幸福好大程度取決於我哋點樣處理同其他人嘅關係。自卑可以推動我哋進步，但如果放任自卑主導，就會陷入無止境嘅比較同埋痛苦。書裏面嘅哲學家分享咗自己嘅故事，佢曾經因為身高矮而自卑，覺得自己喺其他人面前冇存在感，但後來佢發現生得矮都有優勢，例如令人覺得親切，放低咗戒心。呢個轉變唔係改變咗身高，而係改變咗佢對自己嘅睇法同目的，從我要高大先有價值變成我要用自己嘅特質去連結其他人。哲學家嘅自卑感來自於佢嘅身高矮，呢個係一種常見嘅社會比較。喺好多文化入面，高大嘅人往往被認為更有存在感，更有吸引力。因為咁，哲學家覺得自己喺人群中唔起眼，缺乏自信。呢種自卑感係主觀嘅，係佢將自己同其他人比較嘅時候，覺得自己唔夠好嘅結果。後來哲學家發現生得矮都有佢嘅優勢，例如令人覺得佢親切，容易同人相處，甚至放低戒心。呢個轉變唔係改變咗佢嘅身高，因為身高係客觀事實，冇辦法改變，而係改變咗佢對自己嘅睇法同人生目標。佢原本覺得我要高大先有價值，
但而家轉為我要用自己嘅特質去連結其他人，呢個係心態上嘅轉變。佢開始接納自己嘅特質，將特質視為優勢而唔再係缺陷。呢個故事反映咗一個重要嘅心理學理念：自卑感唔一定係壞事，反而可以成為成長嘅動力。哲學家冇再執着於同人比較高矮，而係將焦點放喺點樣用自己嘅特質，例如親切感，去同其他人建立關係。佢超越咗自己嘅限制，唔係要壓過其他人，而係用正向嘅方式提升自己嘅人生價值。哲學家嘅人生目的由要高大先有價值轉為用特質連結其他人。呢個轉變改變咗佢嘅行為同心態，佢唔再將身高視為障礙，而係將注意力放喺點樣同人建立關係上。呢個轉變強調咗一個觀點：我哋嘅行為同感受係由當下嘅人生目的驅動，而唔係完全被客觀條件或者過去嘅經歷綁住。呢個論點喺現實生活中好有用。舉個例子，有啲人可能因為學歷低而自卑，覺得自己喺職場上冇競爭力。但如果佢改變心態，專注於學習新技能或者建立人脈，佢嘅人生可能會有新嘅方向。呢個轉變唔係改變咗學歷嘅事實，而係改變咗佢對自己嘅睇法同目標。有個網友話，佢因為自卑而變得好中意批評其他人，覺得咁樣可以提升自己嘅地位。佢成日喺社交媒體上挑剔人哋嘅外貌、工作或者生活方式，例如話你點解咁肥都唔減肥，或者你份工咁差，真係冇前途。佢以為咁樣可以掩蓋自己嘅自卑，但結果唔單止冇提升自己，反而令朋友一個個走得越嚟越遠，甚至有啲人直接同佢斷絕聯絡。呢個就係阿德勒講嘅負面追求優越，通過貶低別人嚟彌補自卑，但最終只會破壞人際關係同自己嘅心理健康。我仲聽過一個故事，講一個人因為自卑自己嘅外貌，成日整容，覺得只要變靚啲就會有自信，但佢整咗一次又一次，最後面目全非，連原本嘅朋友都認唔出佢。佢嘅自卑冇解決，反而因為失去咗原本嘅樣貌同關係，變得更加孤立同無助。呢個係將自卑轉向負面嘅極端例子。呢個網友因為自卑而習慣喺社交媒體上挑剔其他人，佢嘅行為背後係希望通過貶低其他人嚟提升自己嘅地位，試圖掩蓋內心嘅不安全感。呢種行為正正係阿德勒講述嘅負面追求優越，一種通過踩低其他人嚟彌補自卑嘅方式。表面上批評其他人可能俾佢一種短暫嘅優越感，但實際上佢只係逃避自己嘅問題，冇真正面對自卑嘅根源。佢原本期望提升自己嘅地位，但結果適得其反，朋友一個個疏遠，甚至斷絕聯繫，佢嘅人際關係同心理健康反而變得更差。呢個例子顯示，自卑感如果唔妥善處理，會演變成破壞性行為，最終傷害自己同其他人。而第二個例子講述一個人因為自卑外貌而反覆整容，覺得只要變靚啲就自然有自信。佢一次又一次咁改變自己嘅外觀，最後面目全非，連原本嘅朋友都認唔出佢。佢嘅初衷係通過外在改變來解決內在自卑，但結果佢係失去原本嘅樣貌同人際關係。呢個係自卑感走向極端嘅表現。佢將自卑嘅根源歸咎於外貌，試圖用整容填補內心嘅空虛，但忽視咗真正嘅問題在於佢對自己嘅認知同心態。整容冇解決自卑，反而令佢更加孤立同無助。呢個故事說明，自卑感如果冇正確認識同管理，會令人陷入無止境嘅追求，最終加劇自我否定同孤獨感。阿德勒心理學認為，自卑感唔係天生嘅，而係喺同其他人比較嘅過程中產生嘅主觀感受。呢種感受本身唔係壞事，因為佢可以推動我哋進步，例如努力改善自己。但如果放任自卑主導，就會演變成自卑情結，甚至轉向負面追求優越。好似上面兩個例子咁，通過貶低其他人或過度追求外在改變來逃避內心問題。阿德勒強調，自卑感可以轉化為成長嘅動力，關鍵在於改變心態同人生目標，例如專注於自己嘅特質同貢獻，而唔係將自己同其他人比較。兩個例子都係自卑感嘅負面轉化嘅縮影，顯示如果唔正視自卑嘅根源，只會令自己同身邊嘅人受傷。我曾經因為媒體嘅報道同家庭嘅壓力，覺得自己好冇用，特別係面對婚姻失敗之後，外界嘅批評同自己嘅內疚，令我好自卑，唔敢面對人。我會同成功嘅人比較，例如一啲事業有成或者家庭幸福嘅朋友，覺得自己一事無成，甚至連做父母都失敗。但阿德勒嘅理論提醒我，自卑係主觀嘅，我可以選擇唔同嘅視角。我開始將呢啲經歷睇成人生嘅磨練，而唔係失敗嘅證明。例如，我會同自己講，我唔係完美嘅爹哋，我個仔要接受離異父母關係，我要為我個仔嘅未來做好安全網嘅準備。我每日都喺度努力為個仔做得更好。呢
呢個轉變幫我慢慢揾返自信。作為自閉症小朋友嘅爸爸，我曾經好自卑，覺得自己冇能力俾佢一個正常嘅童年。有一次參加學校嘅戶外體驗營，見到其他小朋友同父母跟住老師指令完成一個關卡，我個仔只係喺一邊自己玩，完全脫離老師其他家長嘅大隊。我當時好失落，覺得自己同其他父母比起嚟好失敗。但阿德勒嘅自卑情結理論俾我明白，自卑可以轉化為動力。我開始唔再同人比較，而係專注喺我同個仔嘅進步。例如，就算跟唔上大隊，我就停低同佢玩，教佢點樣同我一齊完成目前關卡。雖然進度慢，但佢有時會望一望我，甚至伸手同我一齊玩。呢啲小進步俾我揾到咗做父親嘅價值。阿德勒話，自卑感同人際關係嘅連結好重要，因為我哋嘅價值感往往係喺同人相處中建立出嚟嘅。佢嘅追求優越唔係要贏其他人，而係要超越自己嘅限制。例如，我以前覺得自己要證明俾全世界睇，我係一個好爸爸，但係呢種諗法只會俾我更大壓力。而家我明白，真正嘅優越感唔係來自其他人嘅認同，而係自己知自己喺度進步。例如，我而家會為自己同個仔嘅每一啲小進步開心。例如佢學到咗一句新嘅說話，我覺得呢啲比外界嘅掌聲更有意義。面對自卑嘅時候，問自己，我可以點樣將呢種感覺轉化為動力？例如，覺得自己唔夠好嘅時候，定一個小目標，例如學一門新技能，或者每日做一件令自己開心嘅事。喺人際關係中，我哋成日會將其他人嘅問題視為自己嘅責任，導致冇必要嘅煩惱同壓力。例如，我哋可能會因為家人嘅期望而放棄自己嘅夢想，或者因為朋友嘅情緒而感到內疚。呢啲煩惱往往源自於我哋未能分清楚自己同其他人嘅課題。阿德勒心理學講到，自卑感同人際關係息息相關，但佢亦提醒我哋要喺呢啲關係中揾到勇氣同自由。關鍵在於課題分離，分清咩係我嘅責任，咩係其他人嘅責任。呢個唔單止幫我哋釋放壓力，仲能令我哋專注於自己嘅人生目標，唔再被其他人嘅期待而綁住。不過呢種自由嘅代價就係被討厭的勇氣。如果我哋選擇唔為其他人嘅睇法而活，可能會面對誤解甚至批評。但正正係呢種勇氣，先能令我哋活出真正嘅自己。想知點樣喺人際關係中實踐課題分離，同擁抱呢份自由？我會留返下一集進入第3夜課題分離。